sun wandering free.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. 怎么了？大家其实来自天堂公司的 King Smarty。今天我们在波多黎各政务2的 Laguna Alley Canlo。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些活动是为了提升社区，将大家聚集在一起。我们有弥补彩绘师，我们有气球扭扭、冰激凌、音乐室、应有尽有，武器对社区全是免费的，我们根本不收取1分钱。话虽如此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提高波多黎各和世界各地的震动，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活动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大家好，我叫 Jenny Colon， 我的組織是 IMLK， 但我在這裏代表天堂的公司。我現在美麗的聖胡安地區 Parque Nacional， 我們在這裏回饋社區。這是家庭娛樂最好的一天，一切都是免費的，回饋社區非常重要，尤其是現在事情如此困難，而且事情如此昂貴。這個社區的人們非常感激擁有一切免費，人們為它是免費的而感到震驚，但這就是 Company of Heaven 所做的。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波多黎各的聖胡安，我們將在這裡參加波多黎各的許多其他活動。請拜託，任何正在觀看此視頻的人告訴朋友，朋友會告訴朋友，我們會與你聯繫。跟隨天堂的陪伴，你將收到其他城市未來活動的最新消息，我們希望在那裡見到你。上帝保佑，1